为要母凤好了啦。要母凤什么？法拉利姐啊。法拉利姐。我讲一句，你讲一句。好。走在路上就是说。走在路上就是说。太像了吧？完全超越。明星。哇，妈斗明星。就是蛮多的啦。就是蛮多的啦，这边也很多啦，你们都不够格啦，我抓你们的车啊，我开法拉利追不上我啊。好了。大家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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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。繁阳属宽，乖客领文，你还松敏欢。说实话，今天是我主持这个节目到现在啊最开心的一集啦，因为给你一个來賓，可以熱情洋溢、青春活潑，每一次一出場就可以帶給大家滿滿正能量的 Luxy Girls， 掌聲尖叫，歡迎他們！加油，松敏歡，加油，松敏歡，加油，松敏歡，加油。好啦，小朋友你很開心哦。這位先生，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？請說。你有被籃球打過嗎？你太暴力了吧！不是，我們今天的來賓是 Luxy Girls， 你是什麼生物啊？大家好，我是邋遢 boys， 太無聊了吧？邋遢 boys 是什麼東西呀？啊，我說思偉，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啊？不是啊，明翰，我前幾天呐去看了這個一場球賽，我是深陷在這個應援的魅力裡面。從現在開始，我不管遇到誰，遇到任何人，他們在做什麼事情，我都有一種想要幫他應援的衝動啊！加油，宋敏歡！加油，宋敏歡！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加油了，有點惡心了，你知道嗎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是，我說吳思偉啊，你摸着良心講，你是去看球賽的還是去看啦啦隊的？啦啦隊，這有什麼好驕傲的？誰要去看球賽啊？不是。幹嘛呀？喜歡啦啦隊也不用模糊球賽的焦點嘛，對不對？不是，我跟你講，這個你剛才說你不管做什麼都可以應援。對啊，看到誰都可以應援是嗎？沒錯啊。好，那我們都請工作人員上道具。You 加 You 加 You 加。好了，尷尬就不要再做了，好不好？趕快下去。加 You。剛才你說不管做什麼事情都可以應援嘛，對不對？對啊。你唱《鼠來寶》可以應援嗎？就這個啊。對啊，當然可以啊。可以嗎？加油，宋敏歡，黑色跟上宋敏。等一下，不用把我的健康狀況順便唱出來吧？不用是不是？不要。而且沒有這麼簡單，不是唱我啊，因為我們這個《鼠來寶》嘛，講究的是即興編詞，現編現唱，你看到什麼就要唱什麼嘛。所以我現場出題，你可以應援嗎？可以啊，可以。來啊，好來，唱我們節目《乖客臨門》怎麼樣？唱《乖客臨門》。對，聽着，你唱。大戲作家真興奮，唱一唱《乖客臨門》。乖客臨門不沉悶，每集都有好劇本。宋敏歡的主廚真叫神，加油，宋敏歡肝硬化，宋敏歡流臭汗，宋敏歡臭汗，宋敏歡臭汗。好了，等一下，肝指數過高。停了，叫你應援，不是唱我的健檢報告，好不好？肝指數、流臭汗、肝硬化都出來是怎麼樣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而且我有個疑問，什麼？為什麼唱一唱會突然出現客家腔啊？好劇本，什麼？你要想啊，我們這是一個客家的節目，而且編這個詞一定要有客家腔，它才會押韻。為了押韻是不是？對啊，我出一題比較難的，我看你能不能押韻。來啊，這個現場有這麼多觀眾朋友來看表演嘛？怎麼樣？我們就以這個看表演、看表演為題，你能不能唱個《鼠來寶》應援？唱看表演，看表演沒有問題。來，聽着啊，大作家說上回。我去看偶像的演唱會，他的歌喉讓我如痴又如醉呀，害我整夜沒有睡。進會場來排隊，沒想到有人插了隊啊 ！Oh my god， 真叫衰！這個插隊的人他到底會是誰？誰插隊啊？插隊。
宋明翰，插队的王八蛋宋敏欢啊，插队宋敏憨，插队的王八蛋宋敏欢，王八蛋宋敏憨，宋敏欢王八蛋，王八蛋，王八蛋，王八蛋。好了，插队。等一下，你只是纯粹想骂我吧？已经没有在顾节奏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么明显的吗？废话，叫你应援不是叫你让人不开心的啦。哦，那不然你既然不喜欢的话啊，那么换个方式嘛。换什么方式？改个词儿，改个方式，绝对让你懂欢喜，让我很开心，懂欢喜，懂欢喜。哦，是，那到底什么方式呢 ？Come on，姐妹们！插嘴宋敏憨，插嘴的王八蛋宋敏憨，插嘴宋敏憨，插嘴的王八蛋宋敏憨，插嘴宋敏憨，好了，一起来，插嘴宋敏憨，插嘴的王八蛋宋敏憨。等一下，这有什么好拍手的啊？大家都同意啊？不是，只有画面变得比较让人开心一点，念的词还是一样在骂人啊！各位观众，掌声欢迎我最喜欢的 Lassie Girls！ 大家好，我们是 Lassie Girls， 爱黑克拉拉，爱黑苏子成，爱黑 Zoe， 爱黑吴英杰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有奇怪的人混进来了？大家好，爱黑 Luxy Girl 的隐藏成员。我觉得底下的观众想要揍人了。哎，你们可以接受他的加入吗？可以啊，啊，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队的核心精神就是要打破社会的框架，所以不论高矮胖瘦、男女老幼都可以加入。等一下，来，你看我很开心，但是可以不要再胖这个时候。对不起，情不自禁，长官。情不自禁是怎么回事啊？不要担心啊，美丽是没有框架的。但是胖是会有极限的哦。对，而且你们已经开始聊天起来对？我们这不是 podcast。哎，主持人怎么突然变我呀？你还没有解释到为什么会有他啊？对啊。你们没有看到她从内在散发光芒与美丽吗？哇哦！说实话，你们是想要打破社会的框架，对不对？你们刚才在抽搐是不是？我觉得你只能打爆大家的眼睛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您看怎么样？只要是 Lassie Girls 啊，我都喜欢。没有人问你的意见呐。你有一点尊严好不好啊？没有，乱七八糟。没有。我们节目难得把 Luxy Girls 请来，那当然要让大家留下一点深刻的印象嘛。那除了你们最擅长的跳舞、挑舞，还有老影嘎友以外呢，你们可不可以展现一些特别的个人才艺，给大家留下一点印象？我会，我先来。啊，你要我会葱狗唱歌。哦，那你冲狗要唱什么歌嘞？那我要唱两只老虎搭配舞蹈。好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。两只老虎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长太高。掌声！学姐前天有跑趴吗？别说出来。太好听了，这个还好听啊！哇，我如痴如醉啊！我发现这个冲狗的部分非常的多余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下一位的才艺是换我，还是我会母凤哦？你要模仿什么角色嘞？法拉利姐。法拉利姐，好来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走在路上就是说哇 ，model 明星就是蛮多的啦。有人会问我说是不是那个某某明星我说真的是不是啦。太像了，让人非常错愕的一段表演啊！来看一看下一位。我也会母凤哦。哦，你要母凤什么角色嘞？米奇妙妙屋。来，我们掌声鼓励。米老鼠。没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大家今天嗓子都有点问题。我刚才都想要。我觉得你们应该不是什么 Luxy Girls， 你们是倒嗓 Girls 吧？没有一个声音是好的，是怎样？耶！加入我的队伍。好了，我发现你们这个才艺一个比一个敷衍，一个比一个奇怪哈。不过没关系啦，这个啦啦队的强项还是跳舞嘛。那这个跳舞呢，就要有节奏感、节奏感。那接下来不如我们进行一个游戏好了，叫做节奏感大 PK。我们请工作人员上道具。对。
这个我们知道啦啦队呢节奏感都很好，但相声演员就不一定嘛。所以等下就会请这个 Luxy Girls 给我们一个应援的节奏，然后要出一个题目，比方说水果，那我们就要说什么苹果啊、榴莲之类的。哦，是。那如果我们讲错、讲不出来或者落拍的话，就要被乱棒处罚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这在我们业界根本就是一种奖励吧？你闭嘴，没有人问你问题。哦，是。哎，我们请这个 Luxy Girls 出题。好，我们是篮球啦啦队，那我们就来一个篮球术语。篮球术语可以吗？篮球术语。好，节奏大 PK 正式开始。灌篮、罚球、 2分球3分球、一个2分球、 ，2个3分球，走步、面包、火锅，吃到饱。打他！打我，好开心啊！等一下，好，打这，哎，对，哇，好舒服啊！够了！啊，哎，不要停了，啊！你们不要那么好操弄好不好？他说打这就打这，打这不是在马杀鸡好不好？哦，对啊，你可以拿出一点胜负欲吗？没有，不要输得这么明显嘛！不是嘛？那火锅吃到饱很正常嘛。就是你投篮啊，火锅很可能被盖火锅吃到饱。对呀，你想吃萝卜吃到饱吗？好无聊的一段吵架，不要再吵了好不好？这剧本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来，这个第2 round，请你们再出题。好的。既然我们是美式啦啦队，不然来个美式食物好了。好，美式食物节奏大 PK 正式开始。烤乐排、可乐、薯条，鸡块、汉堡、那些鸡腿堡，客人吃饱、潜艇堡、孙东宝，吃到饱，打我！哎，不要只打我，可以打腿啊！好，谢谢啊！哎，不要搓屁股，哎，谢谢，压。完没完呢？哎，不是，他虽然说吃到饱是错的没错，可是他说孙东宝，孙东宝是台式牛排，你没给他过有牛排就算啊。啊？对啊，而且他是我们团里面最小的忙内，他年纪比较小。没错，他说什么都是对的。用客家话哈嘎发来讲你们是安康啦，安康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只包庇自己人嘛，不可以啦。来，等下这个下一 round 就不要再包庇了哈。好，我们下一 round 就难度稍微再提高一点。是，好，我们这个题目呢，我来出。哈嘎发。哎，说出你们会讲的客家话。哎，我这个剧本好像没有这一趴啊。我刚突然很想要，怎么样嘛？好恐怖，可以吗？那好嘞，麻烦 Luxy Girls， 我们正式开始。哈嘎发、好，松敏欢，空腰、不看你们，敏欢，憨、们，打他！还是要被打。他打了。师德堪忧啊！这位仙小姐吧，随便啦，仙女，这位人类啊，我们这个题目叫做节奏大 PK， 不是说文解字，好不好？宋明翰，汉被他讲走了，你就没有东西讲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来松可不可以啊？可以，他都猜出来了，这是乱七八糟的，聪明啊！好了，我们再加码一轮，大家想不想看 Luxy Girls 加入？来，工作人员再给我们上软棒啊！好，来，好，我们这个加码赛一样是哈嘎发客家话，一样。准备好了哦。好嘞，正式开始。我开始啊。对，哈嘎发、张敏汉、塔鸡、开嘎、葱果、哈嘎宁，啪，母凤、塔这个宋敏欢，沈梦、塔鸡。差七哥，打他了！打过了，又来。这是不同的词啊！这两个不一样的词啊！等一下，这节目越来越乱了。刚刚是叫你不要说文解字，你现在变成加字上去，对不对？插队变成插队的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接龙，他为什么会变成你们的忙内啊？我真的看不出他哪里好哎。就是说啊，其实
我认识你们这么久了，要干嘛？你们都不知道，我除了是相声演员，我也是热舞辣妹。老师 ，music。哦，英姐偶像 Super Sexy， 哈哈。相信看完之后大家都很错愕啦。有想到这个应杰不会跳舞，没想到他这么不会跳舞哈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过讲句良心话啦，我们这个老影嘎友应援呢，除了有节奏感以外，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在适合的时机去进行啦，不然就会把大家弄得弄头告鸡，弄得一团乱啦。会吗？你不相信是不是？哦，我们马上进下一单元。不适合的加油时机。我已经避给好几天了，今天一定要把它拉出来。加油，努力，大便要用力，拉不出来没关系，至少放个屁。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加油啊？而且男生怎么会有女生啊？都被看光光了。不适合的加油时机。我已经饭超失眠好几天了，我今天到底可不可以入眠呢？加油，加油，努力睡着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小汉汉，努力睡着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小汉汉，加油。为什么会这个时候嘎友啊？我这样更不用睡了吧？不适合的加油时机。失火啦！有没有人来救我？武士强，我来救火了！我的偶像英姐来救我了！加油！好大！加油！救火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救火！加油！哦，救火要加油啊！怎么加这种油啊？火更大啦95汽油适合有你的你。我去你的吧！不适合的加油时机。分手擂台谁都跑不了。今天的来宾很特别，他们站在一起就像七爷还有八爷，也有人说他们是现代的老夫子。我们掌声欢迎吴思伟还有吴映洁。哎，思伟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他原本是我最喜欢的偶像，但他居然在失火的时候对我泼汽油。他会不会只是想吃油泼辣子猪嘞？他现在是我最讨厌的人了。那是他的福气呀！哎，我来问问他，映洁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只是想帮他加油啊！后嘿，后嘿，火烧屁股无思维。后嘿，后嘿，火烧屁股无思维。好了，不要再玩了啦！第一次听到火烧屁股也可以拿应援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说一句公道话，映洁哈，你想要老影嘎友加入 Luxy Girls， 只学一些皮毛是不够的啦。那还要学习什么呢？你看看他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个人才艺、个人技都很厉害，你跟他们学一学啊。哦，哎，你们教教他们好了。你可以学我啊，映洁。学什么？你可以冲狗，学我唱歌。怎么样冲狗才能冲得好呢？首先声音要可爱，动作要摇。我这样够可爱吗？那我们一起哦，6、7、8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没有在同一个 key， 但是没关系啊。教学失败，我掌声鼓励。好了啊，今天这个若雨唱歌2次还是没有找到 key 啊，我们请下一位教学啊。不然你跟我要母凤好了啦。要母凤什么？法拉利姐啊。法拉利姐。我讲一句，你讲一句。好。走在路上就是说。走在路上就是说。太像了吧？完全超越。model 明星。哇，model 明星。就是蛮多的啦。就是蛮多的啦，这边也很多啦。你们都不够格啦，我砸你们的车啊！我开法拉利追不上我。好啊，你们上身了是不是？有病啊！下一位啦。
不然你来模仿米奇妙妙屋。我最喜欢米奇啦。那我们先右手 Miska Miska Mosca Mosca 米老鼠。胖嘟嘟，大番薯，你妈是个250，你小子是个250。哎，行，好了，穿好，冷静一点。野猪啊，穿好，什么野猪啊？有味道，穿好。现在只剩下一个人还没有展现，就是吴思伟先生，请问你要展现什么个人技呢？哎，干嘛？哎，凭什么我也要展现个人技啊？哎，思伟，你觉得？我不觉得。哦，我觉得思伟觉得可以把所有的个人技加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来，应杰加入啊，应杰加入，来，听我口令，好，来，先唱歌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法力姐，走在路上就说妈米奇，米奇打法拉利姐，摇法拉利姐，法拉利姐摇米奇，法拉利姐头巾，法拉利姐变僵尸，我不演了。真的是一个七眼一个八眼。哎，全部都中风了，去你的吧！谢谢大家。再次把掌声献给所有的演员。首先是我们 Luxy Girls 的卡拉，大家好，子晨，对，还有无法定义的生物吴映洁，还有吴思伟，还有我宋敏欢。最后你们嗨翻天，拜拜。